来敬拜主耶稣，让我们用这首诗歌，能不能来预备我们的心？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是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主？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赐下那渴慕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现在那敬拜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常定睛在神的柔美身上，让我们的眼目定动在神的身上。愿神成为你的帮助，也成为你的力量，在每一天挑战当中，神与你同在。这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来祝福你，来带领你。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将我们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赏赐更多的渴慕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里面更多的被你所充满。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面前找到你的帮助。主耶稣，让我们每一天来渴慕亲近你。主啊，你同在的时候，我们生命都充满了能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依靠你来得胜。主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当中依靠你，来帮助主。谢谢赞美。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全心全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
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弟兄姐妹，当我们全心来爱主、来敬拜主的时候，主的圣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灵被神所感动，让神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腹腔里面。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要除去我们一切软弱的灵，神要除去我们一切苦毒的灵，除去一切疾病贫穷的灵，除去一切所有的骄傲自尊的灵，让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身心灵健康强壮的信徒。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成为健康的信徒。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求你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让我们愿意顺服改变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在你面前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恩典，让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所以说我们求你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定义在里面，当圣灵充满到里面的时候，主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除去一切撒旦的控告。所以说，让我们愿意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灵，来不再苦毒我们自己，不再软弱我们自己，不再正经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强壮在你面前。我们同心也为我们教会的核心同工来祷告，为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子、我们的小组长，还有我们为我们所有团队的团长，让我们领受同一的意向，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向着神所立的目标一起来奔跑，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健康合一的教会。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要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教会祷告，为主找一些大人长教会，谢谢上赞，谢谢上大，求你帮助我在面前说你好的，谢谢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加添给他们，主要可以说让我们来到我们当中来祝福他们，在我们家庭，在我们事业，在我们生命上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喜乐。所以说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说我们要谢赞美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这是我们同心合意，我们为我们所有台湾的众教会来祷告。让所有教会刚强复兴在神的面前，由我们台湾来祷告，让我们台湾的安全、我们的经济得以保守。我们相信神是要祝福我们台湾的，我们求神来兴旺台湾的福音，让台湾成为神所喜悦的岛屿，成为神所喜悦的国度。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所以说，我们谢谢。让我们的台湾在你面前同心祷告，也保守我们的总统，让我们所有行政官员在你面前有智慧来带领我们台湾，所以带领我们台湾走向一个平安的道路，走向一个经济繁荣的道路。你让我们台湾众教会在你面前领受你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求你来持续来祝福我们台湾，让台湾的众教会在你面前不亏欠你的丰富，让我们的众教会能够复兴刚强在你面前。所以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让我们同心可以在你面前祷告。我们谢谢赞美你。耶稣，你定义赐福台湾的众教会，所以你复兴刚强你的国度，让台湾成为一个复兴的岛屿，让台湾成为福音输出的岛屿。我们谢谢，要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平静在你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在你，能不能赐我力量？耶稣，让我们更多的爱你，哈利路亚！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你。让我们同心开口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透过由牧师的话语成我们的喂养，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心意改变，让我们生命为本神所重要。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来祷告，愿我们的敬拜成为一个新象祭，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到你的圣殿，主，我们要来敬拜你，跟赞美你，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献上你的祷告，主，我们也恳求你施恩赐福在你师傅身上。哈利路亚！主，让我们的敬拜成为新香祭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弟兄姐妹带着渴慕灵来到你面前。哦，主，先让我们信心的仰望你，主，先让我们敬拜的仰望你，主，让我们每次的聚会当中就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带领，主，让我们心意能够改变，让我们生命改变，成为你朋友的器皿。主，我们谢谢赞美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你。能不能？哦，主耶稣，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爱你。主，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只在主里。我们到你面前来等候你，哈利路亚！我等候，将如鹰展翅上腾，我要与你飞翔，你圣灵引领我，在你大能爱中。
去我们内心的孤独，除去我们的软弱，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大爱。哈利路亚！靠近你身旁。生命，哈利路亚！我等候，将如鹰展翅上腾，我要与你飞翔，你生命引领我，在你大能爱中。主耶稣，你的爱来围绕我们，哈利路亚！这是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生命当中，我们内心的苦毒、内心的伤害，主耶稣就来涂抹我们生命一切的伤害。主耶稣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用爱来拥抱我们，来充满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软弱和苦毒。为了爱你牺牲了自己，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是的，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是何等的奇妙！求你伸出大能的双手，释放属天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相信黑暗将过去，主耶稣基督必然得胜。因你是生命的真光，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耶稣是生命的真光，我们来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主也是成我们帮助，成我们祝福，成我们力量。
爱是永无止境，求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足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足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战争光中我得着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主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充满你的圣殿，哈利路亚！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足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主是何等的奇妙，同心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你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主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让生命真光照耀，让生命真光照耀。哈利路亚！赞美天上的父，感谢你。当你真光照耀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真正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见证主。感谢你在这个主你的圣日，我们能够实体到你面前，一起同心敬拜。主啊，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感恩，借着赞美，我们心中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祝福。愿线上以及
我们实体现场，大家都得神的祝福跟保守。主啊，让我们在遇见整个疫情还在蔓延当中，我们有主的真光，得着真正的生命，得到真正的祝福，得到真正的平安。愿今天的聚会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同得造就。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恭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3节。另外一处是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至2节。我们一同来念：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神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到丈夫。我看见有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家验和上帝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请信会小组来献诗。
今天刘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新天新地新眼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谢谢信会小组美好的侍奉他们有的是2场都要服侍了可以请他们先这个做休息。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那感谢主呢。我们的公报社有委托刘立仁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要来分享，要来报告请安跟见证那牧师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第一个就是教会公报，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文字机构公报本身已经100多年、150年了那我们长期都在支持教会公报的福音工作。以前这个报纸是真的很难得，不简单。我现在已经开拓各种领域了，等一下我们可以透过影片来认识那只要我们常常我们在手中所接触到的就是教会公报，那更常接触的就是每一个人周报夹着那个更新周刊还有我们每一天灵修所使用的新眼光读经手册。那这些都是透过教会公报我们的文字机构来帮助我们所以要唤起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代祷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刘立仁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是台南神学院的图书馆的馆长他本身不只是在专业上在神学上有好的造就在教会服事也很有经验刚刚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说：“你几年毕业的？”一听说哇，怎么差那么久，差那么多？我比他早毕业30年，不得了，不是3年，是30年的，所以可见他多年轻了感谢主，新一代的牧者有新的眼光有新的神的恩典所以他以前是出生在凤山教会毕业后都留在神学院工作。其实他平常也在教会服事了现在我问他说，他现在在南门教会也帮助一些事工。很感谢主，他要用新天新地新眼光来勉励我们大家。我们用拍手来欢迎他，谢谢。夏牧师以及谢牧师还有亚罗传道，我们富强教会的长子同工以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总会的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富强教会，来跟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请安。我想这也是我来到台南中会应该算第一次来真的在主理我们的礼拜过去我曾经有参与过我们这个青少年牧区他们的礼拜6的这个专讲的活动那这几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但是感谢主的是，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仍然看到上帝持续在带领我们以及看顾我们。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新天新地新眼光这个主题，要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那一起也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省思。那在分享以前，再次邀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圣洁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姐妹，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护者。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也借着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渴慕更深的来认识你。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由你的圣灵来引导提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台湾这段时间，因为受到这个疫情病毒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就像进入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适应的新的环境。不过最近牧师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研究，他说戴口罩会提升我们60%的颜值。旁边的弟兄姐妹看一下，是不是觉得他今天特别好看？给他一个赞，好不好？也表示我们乐意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上帝。那也给他比一个小爱心，告诉他，耶稣也爱你。
不过，事实上，当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疫情的影响，台湾其实受到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这中间我想都有上帝极大的恩典以及保守跟看顾。我们可以从国际的新闻来看到说，美国虽然感觉疫情已经慢慢的消退，不过其实在这个 Omicron 也好，或是新型的变种的病毒，慢慢的还是有一点点升温的感觉。那法国也最近也成为第6个确诊数超过1000万的国家。那我看到我们的周报都有在统计，我们每一年每一个礼拜，好像这个确诊人数，台湾也已经超过400万了。那全世界整个确诊的人口已经到达了5亿6千万以上的人口。在全世界大概超过90%的国家的实体的课程受到影响的状况底下，开始慢慢的衍生很多这个所谓线上教学的模式。所以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教育环境已经从这个跟老师面对面的环境，然后改变，为了保护这个师生健康开始变成所谓的远距教学的网络教学的模式那网络的教学当然除了工具啦、教材的使用，那还有几个关键，就是老师要学习对着镜头来讲话。那有可能这个学生是跟你没有任何互动的状况底下，老师自己要去完成这样的教学。那可能还要去评估说，那最后学生他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老师上课的内容？好，或者是那学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又吸收了多少？因为当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老师可以透过学生上课的态度、上课的姿势，然后去了解，学生他到底有没有专心在上课？可是当我们透过网络的教学，老师就必须要去改变这种评估的方式。我记得在上个学期的学期末，那小朋友的学校开始宣布说要线上上课。那后来就一直线上到学期末了。学生最关注的是什么？学期末要怎么考试，对不对？要怎么测验？那我的小女儿就很高兴，因为国小最后不考试，所以她很早就开始放暑假了。但是大女儿国中最后就学校要求实体回去学校考试所以当一边是天堂来的消息，一边是地狱来的消息的时候，大女儿的心就有点郁卒了就是看到自己的妹妹已经就是开开心心的在放暑假了但是她自己还要去面对这样的考试。不过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教育环境，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挑战。那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其实也进入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作是新天新地的改变。我们开始称在教会里面的礼拜叫做什么？实体的礼拜，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有所谓的线上网络的礼拜。那跟着政府我们这个防疫的作为，我们的聚会通常也会跟着政府它的规定，然后去做这个我们说顺时钟的调整或是应变。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启示录21章的前3节，他告诉我们说，在新天新地的中间，有一个新的圣城从上帝而来，降临在我们当中。他说，上帝的会幕临到我们中间，上帝本身也要跟他的百姓同在。通过经文提醒我们的是，一个新的敬拜模式当中，上帝同样运行在这其中。这让我们也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的18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无论我们弟兄姐妹在什么地方做礼拜，相信上帝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管是参与在实体的礼拜，还是网络的礼拜，都能够领受到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但是也因为这样新的这种礼拜模式的产生，让我们教会其实也同样产生了很多不一样新的挑战，甚至也透过这样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新的功课需要来学习。
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学生的网络课程，其实这已经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教育的平台在做这个网络的教学，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技术有一定的成熟度。但是当然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那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那为了增加学生的来源，那有可能要配合这些上班族，然后也有这个有机会接受这个在职的教育，所以很多大专院校其实早就实施所谓这种线上教学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当疫情严重的时候提出这种网络教学的需求，对于这些学校来讲，那事实上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想的是，那如果是平常没有在使用这种网络礼拜的教会来讲，可能当我们开始要做的第一步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管是开始做也好，或是正在做也好，我们如果问我们负责的同工，就会知道，一场实体的礼拜跟一场网络的礼拜比较起来，其实网络礼拜在准备上面它有一定的困难度。那特别我们都已经习惯这个所谓高画质的时代，有时候影像或是声音，那设备如果不够好、不够齐全，可能当我们在透过网络做礼拜的时候，那种会因为画面或者是声音的品质来影响我们做礼拜的专心度。那连我们自己神学院在办这个神学讲座，那为了确保这种网络的参与者，他可以跟参加实体的讲座的人一样，可以清楚的接收到讲师的讯息，我们甚至也就都一样，要必须在前一个礼拜、前几天就开始去测试这些的装备。确实，虽然透过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更多元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参与在礼拜当中。不过，牧师今天要带大家来思考的是，当这个举行网络礼拜的时间点，我们开始也要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对礼拜的态度是如何。特别是网络的礼拜，我想我们更需要常常警醒我们自己，因为来做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你可能会有因为很多的因素，下雨天、塞车，你到教会有可能会迟到。但是参加网络礼拜，我们通常只要手机打开、电脑打开1-2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连线参与。所以我想不管我们参与在哪样的礼拜的模式当中，相信我们都需要学习准时来到教会参与礼拜。网络的礼拜其实有时候更加需要专心来参与，因为没有人看得到你在电脑或是在手机前面做什么样的事情。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间教会这样子提醒他的弟兄姐妹，有针对直播做礼拜的时候，他说不要穿内衣裤，不要躺着，不要吃东西。我不知道线上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在教会不会一边做礼拜一边吃早餐，我们参与在网络的礼拜当中，就一样学习专心来参与在礼拜当中，不要一边做礼拜一边做自己的事情。甚至我们来到教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参与在网络礼拜的过程当中，学习用同样的态度参与在我们的这场礼拜。那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透过这种新的礼拜形态，开始有机会来检视我们教会的体质是怎样。如果我们在主日打开网络，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教会都一样用网络在直播他们的礼拜。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你会发现选择很多，但是你不知道要选择哪一间教会。有的人也会因此开始来比较，这间教会的直播画面比较好，你看这间教会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好听哦，跟我们教会的不一样。确实选择很多，但是在这当中，我想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委身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只有我们自己的教会才是自己属灵的归属。
跟你旁边的说，富强教会才是我属灵的归属。所以在不同形态的聚会当中，重新思考怎样委身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同样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他提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所谓消费主义的想法。消费者会有什么想法？消费者买东西，他会先去比较价钱嘛，一样的东西在这边买比较便宜，在这边买好像比较贵一点。或者是他会去比较哪一间店的消费比较好。你看这一间店的店员爱理不理的，这间店的店员90度鞠躬欢迎客人，那就会去选择，就会去讨论比较，然后来决定他要选择去哪一间店。但是呢，消费者也不一定会去固定同一间店来做消费，他会随着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喜好来做出选择。现在如果我们要去买一包饼干，我们有哪些选择？全联、大润发、家乐福、7-Eleven、全家、好事多，很多选择。这个就是消费者他所遇到的消费的价值观。我们有时候也要扪心自问，有没有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在比较哪一间教会比较会探访？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跟我分享，他曾经遇到一个会友，他会故意跟2间教会说他身体不舒服，然后看哪一间教会比较早来探访他。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许多网络的现象、世界的价值观，其实一一的在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来消费教会，反倒是要来学习委身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但是委身也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反而是要来思考的是，以我们自己的恩赐，以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要怎么样委身在这间教会当中？不是只有来参加礼拜就叫做委身在这间教会里面。因为疫情的关系，开始让我们不得不去调整我们聚会的模式。有时候我们也会暂停所有的活动或者是聚会。就我知道，我们好像松年团契8月才要开始重新有实体的聚会。那在这当中，可能也会有同工有一些想法是：如果暂停聚会，会不会这些人以后都不回来了？大家都习惯在网络上聚会就好了。那当然也会因为随着某一些疫情的状况，特殊的族群，它有不得不的作为。譬如说，我知道我们像这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大概是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族群，因为有的小朋友还没有办法打疫苗，所以我们就会因为这些防疫的作为来做不同的聚会调整。不过，就像牧师刚刚所讲，这对于台湾的我们教会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去好好的检视我们自己教会本身的体质是怎么样。不管是在实体的礼拜，或者是网络的礼拜，其实我们为了要维持礼拜的举行、活动的举行，我们需要比平常更多的同工参与在这当中。如果过去我们有些教会为了举行实体的礼拜，我们需要有量体温的，我们需要有代位的，然后甚至在礼拜以后，我们需要有消毒环境的这些同工。那为了网络礼拜呢，我们原本有影音的同工，然后又要增加录影的同工，还要增加把这个影音放上去网络上的资讯同工。那为了维持整个教会的礼拜，其实需要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一同参与在服事当中。那相信我们在每一个主日的礼拜，我们也都有这个记录我们出席的人数。那这个也是记录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教会礼拜当中很重要的凭据。不过当然有人也会去批评说，我们不要只在意教会这种人数的成长或者是数据等等，我们也需要去注重什么弟兄姐妹值的成长。不过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是，在这种点算人数的做法里面，
是不是也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如果从圣经来看民数记的记载当中，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做过所谓人口点算的这种动作，就是上帝他吩咐摩西要去按照家庭、按照宗族来点算人数。这个我们可以在民数记的第1章第3节他所看到，他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着他们的军队数点。上帝也要摩西去点人数，但是上帝说要点算那些能够出去打仗，因为这样的点算才是有意义的点算。所以我们要再次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点算人数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间教会里面做礼拜，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其中有多少人是准备好要让上帝来使用的？或者是说，当上帝用他的眼光来点算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是会被上帝数算在内的？所以在这里要用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所说的，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邀请我们一起委身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也以实际付出行动来服侍我们的上帝，也在这当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来服侍。在台湾已经进入到新媒体的时代当中，其实教会公报也需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以及他们的转型的经营。那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公报社它有透过很多不同的方面在持续服务台湾，服务我们众教会。除了我们每周可能可以看到的台湾教会公报，以及这个更新，或者是每一季的新眼光读经、少年新眼光、甜蜜亲子报等等，这些透过让众教会免费索取、自由奉献的做法，除了可以满足我们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信徒的需要，当然也成为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可以使用非常好的文字工具。一直以来，这都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我们祈求上帝的带领，让上帝的话在这个新的媒体时代，自己来向这个世间的人来说话。特别在台湾仅有不到10%的基督徒的情况当中，让教会公报文字的福音事工能够继续生根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接下来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除了帮助我们了解公报社的经营目标，也一起来了解公报社在经营上面的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我们让上帝不变的爱透过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生活当中展现出来，像是圣经充满我，利用自己的抄写，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自从2天前，阮的长老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当时会亚线毋过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上帝是互我有气力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才会当体会。看到这个相信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在教会都可以看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些刊物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是公报社的众同工用很多的心力来规划以及编辑。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努力，是因为我们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媒介，而文字有最温柔的力量。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
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在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圣经上面记载着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1-2年当中，我们共同经历了 COVID-19 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对我们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我们也共同感受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终必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切艰难的困难。感谢各位兄弟姐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支持、关心与奉献。由于你们的支持和奉献，让我们一路走来，虽然跌跌撞撞，但是依旧坚持着要将这份文字事工所带来的力量，能够与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也请各位兄弟姐妹继续为着我们每一年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来关心支持。愿上帝赐福大家。在这边也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刚刚我在第一堂忘记讲了哦，在7月22号，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就是我们公报社第一台所使用的印刷机，会在台湾文学馆。它有一个活动，就是文学馆文化部他们跟我们长老教会借这一台印刷机要展览。那个活动叫做“江湖有字在”，文字的字。那这个也是跟公报社一起合作的，可以去我想透过去看这一台印刷机的故事，也更能够了解我们过去长老教会以及甚至宣教师他们在推动文字甚至教育的事工方面的这些历史跟历程哦。那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一般的民众他到文学馆的时候就能够去参观，那个就是我们长老教会很重要的资产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在7月22号就下个礼拜5之后就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展览哦。那最后再次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着教育公报社他们所做的事工来关心代祷，也照着我们个人的感动为公报社来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面对惊惶不安的状况，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平安；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当我们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时刻来提醒我们。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奉献的心智、才能以及金钱，是能够得着你的喜悦，也引导我们明白什么是主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善良、蒙你喜悦以及纯全的旨意。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刘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牧师这一个短短的一个回应跟报告，然后我们要一起唱诗歌来做公祷哈。第一个就是教会公报，它所展示的不只是在文字事工来做传福音，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属灵的帮助哈。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教会公报，还有我们的这个信仰光读经，还有我们的更新周刊哈。那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生活上最大的帮助属灵上哈。那期待大家一起为教会公报的事工来关心、来代祷、来奉献。第二个就是那教会公报呢，它所推动的事工，这3个方面，我们教会小会会特别将今天我们奉献的收入再做一个
做一个增补就是为了这个事工主日，也为更新周刊，还有我们的新眼光读经来做分别的专款的奉献。请大家一起为这些事工来做代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来回应神的恩典。一起来唱，坐着唱。我们请同工有麦克风可以一起带领我们一起唱。有敬拜你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荣耀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全地都要再一次，全地都要合欢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我们有2个一起回应的祷告。第一个，我们从今天刘牧师给我们分享的主题“新天新地新眼光”，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恩典，让我们重新思考，在疫情过后，我们怎么样再一次掌握我们服事的精神，认同委身在教会，让我们的服事成为得到灵魂的力量。第二个，我们为教会公报以及文字事工所推动的，借由文字、借由影音来做传福音的工具，很多人因此来接受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主。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来回应，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赞美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每个人当中。主啊，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工，我们新的眼光、新的思考，在新的教会事工当中，我们每位身在其内，我们愿意在献作活祭，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主啊，求你保守教会公报文字事工所推动的事工，让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其中，让文字来拯救灵魂、拯救生命，成为传福音最有效的工具。求神的恩典跟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主恩典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
弟兄姐妹，我们第二项一起来代祷。第一个，我们为教会在接受疫情慢慢缓和下来，每一个单位都重新恢复实体的聚会，求神恩典跟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小组同在，让我们回复以前大家在一起同心代祷、鼓励，一起追求、一起领受教导，这样美好的时光，求神为我们预备，让我们每一个人彼此互相邀请，然后在聚会当中见证神的恩典。第二，我们为在暑假当中很多青少年、儿童以及我们的长辈，让他们在暑期当中都有平安喜乐，在许多方面属灵、身体的健康以及学业知识都能得成长。有的要参加考试升学，有的要进入职场，求神引导他们的道路。第三个，我们为教会我们的牧者同工有异动，求主保守。许传道他要接受新的事工的挑战，求主带领他新的服事的场合，有神的恩典。我们也为新的牧者要来到富强教会，求主带领曾正平传道有好的预备，在我们当中一起新的开始的同工。第四点，我们为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染疫，有的很平安顺利来度过，有的仍然有后遗症，甚至住院。我们为这一群为疫情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赐下医治平安，让他们完全能够得到康复。也为你所关心的亲人，有的有病痛，有的有疫情的染疫的，为他们代祷，求神亲自保护引导。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你所受的感动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赞美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在教会事工当中要重新恢复实体的聚会。主啊，求你赐下恩典、智慧、能力，让我们所做的服事，因为大家同工的投入，大家彼此的认同参与，更加热情为主，让得到成长，教会恢复以前热络的情况。我们也为教会这些年轻人、小朋友，还有青年在暑假当中，求神的保护、引导，赐下健康在他们身上。他们有很好的学习跟成长，属灵各方面都能得成长。我们也为教会牧者的异动，求你带领徐雅竹传道新的服事的方向，也带领曾传道在我们当中新的一起同工，让神的事工兴起。主啊，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遇到疫情染疫、身体有后遗症的，求你亲自扶持、保守、医治他们，求神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感谢赞美主，保守恩典，感谢你。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你忠心的仆人刘立仁牧师给我们的勉励。主啊，让我们真正在你面前重新立志，在疫情缓和过后，面对后疫情的整个社会、整个我们教会的事工，求主亲自保守，让我们在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生活都有得神的力量帮助，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也在教会我们有个新的开始、新的成长，让我们当作活祭，在主面前得神的喜悦。我们也将弟兄姐妹遇到病痛的、遇到染疫有不舒服的，还在静养当中的，求指示下你的医治跟平安在他们当中。在这个暑假炎热天气当中，求你保护我们教会的青年、我们的儿童还有老年人，让我们在暑假酷暑当中得神的保护跟平安。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求主带领我们新的牧者的异动，有神特别的帮助保护，让我们教会事工能够得更多的成长跟神的带领。感谢你，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职场、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健康以及我们的家人都得神的保护，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一直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时候我们一同用感恩的心来奉献。
我们一同站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我们一同来看今月的金句，我们一同来念一次。你们当常常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命记31章第6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礼拜主理是夏牧师，司理是陈秋怡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我们请留意。我们翻开第4页。今日是总会所定的文日传道奉献主日。我们欢迎台南神学院刘立仁牧师代表教会公报社前来证道及请安。我们邀请众教会持续关怀教会公报社所推动的文字事工等等的书籍。我们也请兄弟姐妹一起关心来代祷，并踊跃的来为该社的文字事工献上奉献。我们也用我们的掌声再次谢谢我们刘牧师。我们第2点，小会请预备心，在今日第2堂礼拜后，在我们的2楼会议室要来开定期的小会议。第3，小会本会聘请曾瑞平传道为本会青年事工牧师，将于5月22号小会中正式拣选通过，聘请本会出身的曾瑞平传道为本会青年事工牧师。曾传道目前任职于七星中会南坎大安教会，已通过牧师候选资格。预定于9月正式前来赴任，并于10月9号下午的3点在本会举行封牧及就任受职特会。我们恭喜他。第4点，8月7号的父亲节，我们邀请蒋忠牧师来主持我们的诗歌见证会。第2点，我们的全家福纪念拍照的时间，在于7月31主日跟8月7日的2个主日。我们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全家一同来拍照。第5， 8月14举行社教46周年感恩礼拜及圣餐洗礼式。我们当日有成人洗礼、小儿洗礼及坚信礼及信仰告白。我们报名在7月31日前向我们的干事来索取报名单。第6点就是教会的因疫情所防范的重点与措施，我们一同来自己来看。第7点有我们会有的动态跟祝福。我们有长城执事
所经营的恩典联合建筑事务所代表台湾参加很多的一个得奖，我们再次恭喜他，愿上帝亲自赐福，让他以专业成就来为主做见证，来荣神益人。我们也恭喜我们的教会青年前往美国深造，我们也持续为他的旅途来求神来带领。我们有立会姐妹日前的搬迁新区，我们在中华路3段文化名园区，我们恭喜他。第8，我们雅茹传道在本会服侍3年任期，将于7月底来期满结束。我们感谢他在3年来在青年事工及主日学教育上尽心尽力的服侍，我们也为他后续的服侍的一个合场以及牧子的一个生涯规划在服侍得力荣神益人，我们再次求神来带领。我们翻开第6页，牧区跟团契的消息有松联团契、主日学，还有基甸牧区。第4点是提摩太牧区的第4点，提摩太牧区定于8月20到22日，就是礼拜6到礼拜1，在林子内教会及正湖山举办暑期生活营。我们邀请新朋友及国一新生来参加。有兴趣的，我们向我们的办公室来索取报名单，也邀请我们会内的弟兄姐妹鼓励年轻人来参加。关怀代祷事项，我们常常为着这些事有所感动的，我们就提名来为这些事情来线上祷告。从中会消息，我们自己来看。第8页。我们上周的奉献征信我们只要有出入的，再来跟我们的会计人员来更正。我们最后请牧师来为我们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做一个一个补充提醒特别是我们在8月7号父亲节那一天呢，我们就行特别的诗歌见证会。邀请蒋忠牧师他是原住民的牧师也是很早期的我们说歌手歌星。那他2堂的内容都不一样鼓励弟兄姐妹带领慕道友来参加他的生命见证还有他的歌声都蛮值得我们一起来领受学习的来得到造就他的介绍有放在文字里面，也在这个图卡上面了那第2个就是在父亲节包括前一个主日7月31号，那我们要开放有设计一个背景，要让大家来拍团体照，我们家庭的家族照。那所以必须要实体来所以大家有预备心那因为现在政府有开放说，如果你拍照的时候可以脱口罩所以大家可以穿得美美的这一年度一个家庭合照真的很棒但是需要动员你们的家人在31号或是7号前来拍照那另外我们8月14号本来以前是要联合大型聚会，但是目前就是回到原来的正常的一个2堂的礼拜，但是我们有洗礼跟圣餐，请大家鼓励大家一起来，特别是要受洗的慕道友要坚信你的，请赶快来报名刚刚我们的执事也报告过说，我们教会目前因为疫情虽然还没有解除啦，但是我们慢慢鼓励大家回到实体，因为毕竟在网络上我们的互动就很少只是知道有这个人，但是实体的就是大家彼此关心、彼此代祷、彼此祝福，特别是小组或是这个礼拜天的大礼拜。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开放饮食哈，所以大家口罩都从头到尾都戴着，还有我们用酒精来保护。我相信我们应该会一个非常平安的安全的聚会欢迎大家，特别是小组小组长来关心我们的组员让他们能除了有特别身体健康顾虑的那我们都邀请他慢慢回到教会来一起敬拜那刚刚有介绍说我们的昌城执事他所经营的这个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得到了世界性的奖项真的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个奖项，特别是代表台湾这个图卡上是他所设计的，他这个案叫做这个日盛幸福站我们知道日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建筑公司了那我们的昌城执事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这个设计让我很有兴趣，因为他说是叫做社会宅社会宅。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反正从中央到地方的县市政府都在努力推动的这个就是为了要让居住正义，很多人年轻人赚没那么多钱怎么买房呢或是长辈他想要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怎么样去找到政府就在推动这个有比较优惠的价格，或是比较方便这个好的建筑我们的昌城执事他们所参加的这个奖是这个等于是建筑界的奥斯卡奖这样我们真的觉得与有荣焉不过这个建案是在板桥是在板桥，不是在台南。我听说台南也是另外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这个承包的建在好像在崇德路的路尾，在过那个生产路生产路那边，听说也盖了一大片算每一个县市政府都在努力做这方面的事工了。我们给昌城执事一个鼓励好不好？热情鼓励。还有子兰执事他们都一起努力他们的现在主要的业务都在北部了真的是为他祷告。其实有成功的一个设计需要有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不同方面的人才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荣耀感谢主感谢主，祝福你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报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在第1楼的桌上的一个盆栽啦那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其实真的有故事啦所以牧师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都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个老牧师，就陈天登牧师，他本身非常擅长做盆栽照顾，所以他在他的家门口哇，你如果去过他家，整个前面的院子都摆满了这些盆栽，而且他栽种不是随便栽他是很会，还会用那个铁线把它调那个位置这个整个他的小孩一样啦，退休20-30年都在照顾这些，但是因为最近陈牧师年老了，加上牧师娘身体又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他女儿是他女儿才敢这样做，就是说铲这个要全部清掉，要给谁呢？要给我们的胡金章长老帮忙照顾。胡金章长老说：“哇，这个都是像陈牧师的孩子一样，我照顾得了吗？”所以他就建议陈牧师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拿来教会义卖？不是钱的问题，是要找那个也想热心来照顾这棵盆栽，因为是活的东西不会照顾了2-3个月就没了。”真的是这个盆栽在我们台湾哇，这个有时候可以2-3代100年的所以要把陈牧师这些作品大家如果有兴趣带回家来照顾他这是陈牧师的心血啦我们如果有感动，可以一个奉献等于是大家觉得有付出的我要好好照顾，不是带回家就随便乱丢没几个礼拜就out了，就不好而且那个盆有的盆都是做好的盆不是那个普通的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当然第一个重点是你家有阳台可以照到太阳，不然这棵树照你家就变样就不好真的是很值得
值得拥有了哈，不很贵，只是一个价格让大家来奉献的意思哈。这一点请大家来一起参与哈。好，最后就是我们一起关心，就是我们的松年哈，我们家里如果长辈注意哈，8月6号就要恢复我们的实体聚会了。8月6号等于父亲节前面的那一天。那主日学也要8月7号开始恢复实体的上课。那我们的提摩太牧区刚刚有看到这个，好，有再重复一次，我们在暑假前这个不是收心操啦，是暑假前一个非常棒的，大家联合在一起聚会哈。国小要升国中的，国中、高中还有大学，甚至研究所，都欢迎你们来报名。那我们要到林子内那个很漂亮的园区来举行一个生活营。那教会也有很多的补助了哈，其实才1000块开销不多我们鼓励家长鼓励我们的孩子报名参加这边都有资料哈欢迎我们在暑假前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营来造就这一群年轻人哈，这是一个补充的报告。那最后我们也为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染疫身体不舒服，为他们代祷哈。有的很健康，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染疫就恢复了有的后遗症很多哈，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做代祷这样子。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们会后请我们刘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永远称颂你。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你们得着平安，在新的世代带着新的眼光，为神在这个世上做美好的见证。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的第二堂礼拜就到此结束，我们一同来互相的